喺呢個太平山頂咧，望落嚟維多利亞港，可以一覽無遺，睇到香港呢個咁優良、咁靚嘅海港，咁多高樓大廈，仲有咁多船隻喺個海上面，喺海上面嚟到係使用香港人嘅生活幾咁忙碌，香港係一個幾咁繁華一個現代化城市，我哋喺呢個太平山頂望到啊！唔單止望到一個進步嘅繁華香港，仲望到一個好有綠色、空氣好清新嘅一個海港。山上嘅空氣最好㗎啦，河水嘅風吹過嚟，令人都好舒服。山上面咧仲有老江呢啲望遠嘅，同佢望到好多嘢嘅地方啦。嗱，咁第二個要介紹嘅咧就係流浮山啦喎。流浮山點解要介紹咧？你知唔知道流浮山唔係淨係出咗兩條圖，而且咧流浮山咧仲可以望過大陸啊嘛。我哋喺流浮山可以睇到新界元朗海邊嗰度嘅景色，例如由流浮山一路去到呢個稔灣白泥嗰條小路，仲有好多好原始嘅鄉居生活。原來有元朗好多人仲住喺一啲好原始嘅房屋嘅，嗰啲好比較農業嘅生活。望北對面，望好晒蛇口啦，同埋呢個深圳對面嗰啲高樓大廈，你會感覺到香港同大陸原來係幾咁接近嘅，即係隔住個海嘅啫。嗱，而且流浮山仲有個好處，遊完之後仲可以食海鮮。流浮山出名又係蠔，但係咧最近咧蠔污染咗，冇咁多蠔食啦，嗰啲蠔咧係運過嚟。仲有可以食海鮮啊嘛，咁呢兩個地方咧，一個代表香港嘅飲食係世界有名，呢個代表香港嘅風景係世界知名，好值得我哋去睇睇嘅。多謝大家，你咁嘅講先啦，好。